Hello，大家好，我係 Dennis。今日我想同大家討論一下點解我會話理財你唔應該從買產品開始先。當你開始想理財嘅時候，你第一個諗起嘅諗法係啲咩呢？係咪可能我要買邊一隻股票？可能係我應該去做啲咩嘅投資？甚至我應該去揾一個經紀去推介我一啲產品咁樣。但係點解我會話買產品呢三個字有機會成為你理財路上犯過最嚴重嘅錯誤之一呢？喺我以前6年嘅理財顧問生涯入面呢，我見過好多類似咁樣嘅 case 嘅。咁有好多客戶啦，佢哋開始想做理財，就揾咗佢一啲經紀朋友去同佢做一啲推介啦。譬如可能買咗一啲好長年期嘅投資計劃啦。當初我諗住儲下錢之餘，亦都多少少嘅增值。咁但係好快咧，佢哋又會覺得後悔咯。佢哋會發現買咗呢個產品之後，原來要咁長年期先可以攞得翻嘅喎。又或者嗰個投資嘅回報未符合佢嘅預期啦，到最後唔單止唔能夠達到佢哋自己嘅理財目標，反而令到佢哋更加焦慮同埋後悔添。你可以想象一下，當我想做理財就係買產品，就好似我行入一間藥局入面，然之後同嗰個藥劑師講，我想要你哋藥房最好嘅嗰一隻藥。咁但係雖然嗰個藥劑師可以俾到一啲好靚嘅或者好好嘅藥你啦，但係你有冇諗過呢一啲藥係咪真係適合自己呢？有可能嗰個藥劑師唔知道你會有啲咩嘅疾病啦，佢可能都唔知道你嘅體質係點樣啦，甚至你都唔清楚嗰個藥嘅副作用係啲乜嘢。放翻喺理財上面，就咁買咗理財產品，可能你根本就唔係好清楚自己嗰個財務狀況係點樣，你嘅體質亦都真係你嗰個風險承受能力係咪真係接受到呢一類嘅產品，甚至你嗰個理財目標係咪真係適合呢一個理財產品呢？咁樣即使你買咗產品都好，到最後你都會覺得買完之後會焦慮啦，會擔心嗰個投資升跌會唔會蝕好多啦，甚至到最後你就會後悔啦。所以點解我會話理財應該係從建立你自己嗰個理財系統開始。你可以想象下一個金字塔，喺底層就係你嘅理財目標同埋你嘅價值觀。咩係理財目標呢？例如係一啲短、中、長期嘅目標啦，譬如可能係短期我要儲一啲結婚嘅資金，中期譬如5年我就要一啲置業嘅資金，長年期嘅可能就係諗住之後嘅退休計劃。咩叫做價值觀啊？就係你嘅人生價值觀，你係會想有一個安穩嘅屋企啊，安定嘅收入啊，定係唔係嘅？其實我係嚮往自由。我係希望可以到處環遊世界，唔需要固定喺一個地方。呢個就係我哋嘅目標同埋價值觀啦。當釐清咗目標同埋價值觀最核心嘅嘢之後呢，我哋就會上一層去睇下我哋自己個財務系統啦，包括一啲現金流上面嘅處理啦。好多人佢哋會諗收入減支出就等於儲蓄，正確嘅諗法應該就係收入減儲蓄先等於支出，為我哋嘅未來先做好一啲嘅儲蓄，然之後先做使費，而唔係調翻轉先使後儲。其次就係我哋有冇做好一啲風險嘅管理啦，例如而家經濟唔係咁好，會唔會有失業或者俾人辭退嘅情況發生呢？如果萬一真係有咁嘅情況嘅，我哋係咪有3至6個月緊急嘅儲備金放喺銀行嘅戶口嗰度，令到自己無論係發生失業啦、被辭退啦，甚至係一啲意外發生嘅時候咧，都唔會好彷徨。第三就係啲債務嘅管理啦，我哋會唔會有一啲不良嘅貸款呢？會唔會有好多卡數要還，而且係好高息嘅呢？咁呢啲都會係中層金字塔入面咧需要處理到嘅事。到最頂嗰層啦，先係一啲叫做產品，以工具嘅形式出現，而唔係我去買咗唔同嘅理財工具，但係我仲未搞清楚自己真正想要嘅理財目標同埋價值觀係點嘅樣。好多人就係將佢調翻轉，買咗產品，然之後先再諗適唔適合自己嗰個價值觀，最後就會搞到自己好焦慮同埋後悔咯。對比舊模式就係我哋唔清楚自己個目標係點嘅樣。買咗理財產品，反而變得更加焦慮。但係調翻轉，我哋有咗清晰嘅目標同埋價值觀，然之後先去決策究竟邊一啲理財產品係適合自己嘅。到最後，我哋先會可以獲得財務上面嘅心安咯。當你有咗自己嘅理財系統，產品就係一個工具，幫你達成你自己嘅理財目標，而唔會變咗為買而買啦。所以下次有人同你推介理財產品嘅時候，你可以先問翻佢。究竟你會點樣同我釐清我自己嘅財務目標同埋價值觀先呢？而我嘅工作就係作為你嘅理財教練，喺你作出任何嘅理財決策之前，我會幫你先打好你自己嘅根基，等你自己可以幫自己去作出一啲正確適合自己嘅財務決策。如果你都想開始建立自己嘅理財系統，我準備咗一份理財系統自檢清單，你可以下載，然之後自己評估一下自己嘅理財系統係點嘅樣。我將連結放咗喺下面。你可以直接 click 入條 link 度，輸入你嘅姓名同埋 email 就可以免費下載㗎啦。我係理財教練 Dennis，我唔會銷售任何嘅理財產品，
反而係幫你建立屬於你自己嘅一套理財系統。我哋下次再見，拜拜。